民以食為天，主要都係睇廚房埋邊，服務態度同衛生都係其次，全部擺埋一邊，唔需要回頭客，淨係通你一頸血先至上計，眼不見為乾淨，食完冇事，唔使見上帝。咪再嘈都話神個世人，但我哋有晒七宗罪，照出街食餐飯就會成為上帝嘅負累，懶得煮又唔抵得，隔離台上司勾起食慾，轉頭有叫碟餸回嚟重做，加葱九蒜滿足飽兩絲。剩低兩個罪行就梗係向老細家長，話晒在場火氣充足，一個手掌拍唔響。所謂嘅懷舊特色味道大多好壞參半，一個個排幾粒鐘為咗一刻嘅審判，使錢買難受，心賴你唔食飯就好似饑民向難民營攞粥水，分分鐘3嚿水。佢嘅水你呢啲叫做茶位費，食完快啲躝屍你哋趁尾租金貴，唔使問阿貴，問候完你收服務費，食潮祈求保有啲汁，唔好飛去三就。明碼實價紙巾5蚊一包，唔輪到你話唔制，唔想洗大餅，廁所仔後門條巷直行，再轉由民以食為天，主要都係睇廚房埋邊，服務態度同衛生都係其次，全部擺埋一邊，唔需要回頭客，淨係通你一頸血先至上計，眼不見為乾淨，食完冇事，唔使見上帝。咪再嘈，原來你係咪刀削面，以為攞孖人牌劈友攞正牌，話自己公司雞頭，你仲唔去自首？我過華實隻狗，記住你咁沙塵並唔係監獄嘅事頭，俾錢你賺好多個出名同碟機度嘅先唔介送自己入虎口，撇除食嘢嘅過程，其實各位都係賭博，打晒蛇餅賭錢落海，為你呢隻家頭巨鱷，加冰要2蚊嘅必要，其實根本冇老作，費事份量縮水就話想法蒸發，搞到細咗去射博，揾明星做代言主角，小靈精喺角落實時直播，搞到食客就幾跳錯台子，照做貓成精，小動物做哨兵，對餐廳品質蒙自疑，樣樣都試食過，消失的雪藏肉魚製飯，通通寫成形式小說，兇手係微波爐。